来教导上帝话记载旧约圣经以赛亚书50章。台语汉文本是806面剩的版本来看音幕。以赛亚书50章第4节到第6节，主耶和华赏赐我受教使者的嘴的舌，互我知怎样用言语呼赞野善的人。主逐早起叫醒我耳孔，互我会听，亲像是教示的人一样。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孔，我并无畏惧，也无退后。人拍我的脚趾片，我出在伊拍；人抽我喙皮的喙鬚，我出在伊撮。人侮辱我，甲我配烂，我也无黄面。圣经读到这，这时请本堂的牧师陈牧师来正道。伊要讲的题目是会听甲受教。咱同心来祈祷。除非听阮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一年的看顾带领，互阮经过平安的路途。主，阮也伫遮组织，特别阮有全家大小会当伫遮来敬拜上帝，也是等到阮的故乡伫遐来甲亲人团圆组织，拢是上帝你的恩，愿上帝你的恩上加恩，互阮会当得到上帝你的福气满满。搁较赏赐阮有耳孔听上帝你的话，有心智通受上帝的教示，军队主，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新年恭喜！今年是龙年，所以祝大家龙年平安，龙神益人。好，家己隔壁讲龙年平安，龙神益人。这犯做台语就无押韵所以用华语。咱今年龙年，咱要伫龙安街，要伫遐来开拓一间教会。所以我用龙安嘉光福音中心写一首诗，嘛是华语的。我来念给大家听：龙腾虎跃迎新春，安定在天主赐恩，迦南信徒齐心志，光照桃园使命生。福气临门喜乐城，音乐歌声赞美神，中保耶稣是救主，心存感恩做仆人。有水无？应该去用上帝，但是呢，无台语版，所以咱征求志愿者，让来还做较水的台语，是咱伫周末中间还有一大段的空白，寒假作业。咱会当伫2月5号开设礼拜时阵，欢迎大家集思广益，能够贡献，来关心这个福音中心。咱万会当将上帝根，来根照伫桃园，互通更较侪这个所在，社区百姓会当来得到主的福音。特别咱选伫桃园市西南边，龙安街文中路那一带，也是一个新兴的社区，人口已经超过2万。所以咱期待会当伫迄个所在做真好的这个福音的事工，特别咱长老教会伫桃园市40万人的这个城市，拢总即马加上这个中山福音中心这4间所以咱望嘉光福音中心会当成做长老教会伫桃园市第5间的教会。咱伫今日嘛是李高梅，李高梅就是除夕的意思。今日咱也要准备来过新年。伫这个李高梅中间，咱拢会来摒扫大扫除。咱伫教会中间，咱嘛伫每年的跨年祷告会，做这个属灵的大扫除，就是通过认罪祈祷，悔改，伫遮感恩，然后祈祷，互咱能够焕然一新，成为新造的人。总是咱伫李高梅中间，咱可能真轻松。嘛真无闲，轻松是讲明仔载毋免上班，一礼拜拢毋免上班，足轻松。真无闲是讲无闲爱款食，爱款足侪物件，爱转去南部，也是爱去到啥物所在佚佗，真无闲。总是咱不管是轻松还是无闲，咱拢会当鼓励咱的兄弟姊妹，特别来关心咱的身躯边有一寡遮的孤单的人，需要人关心，无人甲伊做伙围炉，无人甲伊做伙过年的人，咱来关心甲照顾。
我记得伫顶一届的选举，顶一届的选举有一个新闻，选举进前有一个新闻讲，伫台北南港的所在，有一个老爸带伊的查某囝对桥仔顶跳落跳河自杀，结果过4个月以后，换伊的妈妈佮带2个囝，同一个桥，同一个所在，衫裤鞋仔拢摆好，佮雨伞拢已经摆好，伫遐跳河自杀。然后剩因兜6个人，爸爸带查某囝，妈妈带2个囝，剩上细汉的一个后生，留伊一个人，伫厝的。经过5冬以后，即个后生拢是真孤单，过日子，特别每一年过年的时阵，对伊来讲是一个真伤心、真艰苦的时阵。所以我相信伫咱社会上也有真侪即款的人，需要咱会当伸手家来关心。特别咱的身躯边，咱所熟悉的人的中间，咱通过今日，咱也有一步的时间，到伫暗时，咱来关心伊，打电话互伊，邀请伊，甲伊做伙来围炉食饭，将上帝听甲温暖会当分享。我相信嘛是咱做一个基督徒会当做一个真好的服侍。除了改旧换新、大扫除，咱嘛毋茫伫新的一年会当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。到底安怎会当成做是一个新创造的人？是毋是咱摒扫新气，咱就自然成做新创造？我相信也无够。咱的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，伊讲，一个人要成做新创造的人，上重要的就是爱悔改。咱做伙讲一解悔改。要成做新创造的人，上重要的就是爱悔改。悔改这个字有2个意思，一个是头前的悔，就是后悔、痛悔；后边的改，就是改变。一个人爱悔改，伊就爱后悔、爱痛悔，然后爱搁加上改变，安尼才会当完成这个悔改。总是有的人常常在后悔，但是拢无改变；有的人伊想要改变，但是伊无后悔心，伊安怎改变嘛是抑搁欠，搁有欠缺。咱要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，特别伫旧的年要过去，新的年要来到，咱就要特别用时间伫上帝面头前来学习悔改的功课。咱当对旧约来看，旧约上帝爱人来悔改，是通过什么方法？上帝会通过一位先知来导人提醒。譬如讲，大比王伊犯罪，伊去偷别人的某，所以就通过先知拿单。甲伊讲，你犯罪，你得罪上帝，所以大比王伊马上来悔改。伫尼尼微城的人，尼尼微这个城市罪恶已经透到上帝遐，上帝透过先知约拿来对因讲，恁着上帝审判要领导。虽然上帝无互因机会来悔改，总是信心做工。这个城市将近200万人，因拢悔改，上帝的恩典嘛临到伊。搁有咱看伊伫耶稣要出世进前，有行洗礼约翰，行洗礼约翰，伊就伫约旦河伫遐来传一个道理，就是讲天国近了，恁就爱悔改。天国已经要来到，人就爱悔改。总是这是伫旧约中间，上帝爱人爱悔改，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。到新约以后，新约耶稣出世，定是伫个4麦钟录音符。搁上天，搁活上天。耶稣信约以后，悔改成做就是一个爱信耶稣，信耶稣就是代表一个悔改的行动。通过信耶稣受洗礼，这个动作来表达一个人的悔改。所以咱看见讲，伫信心降临节，彼得伊起来讲道，信心最终上帝话通过彼得讲道，3000个人的心受插。所以因就迄天受洗礼，因信耶稣，然后搁受洗礼，成做因悔改的记号，得救的记号。咱搁看见保罗，伊原来叫做扫罗，扫罗伊要掠这基督徒，所以伊伫大马色的路上要来去掠这基督徒，总是信心的根照伊。耶稣对伊出声讲话，你啥事困着我？扫罗伫迄天有信心，搁有上帝话。来建立伊的心，所以伊悔改，伊决志要信耶稣，有巴拿巴来替伊洗礼，所以成做一个基督徒，成做伊的悔改救赎，
咱通看见伫第1世纪，即个教父叫做奥古斯丁，奥古斯丁。奥古斯丁伊本来是一个享乐伫遐放纵情欲的人，然后伊开始来研究这个哲学哲学，但是伊感觉哲学到尾伫遐辩论，人生找无出路，所以伊32岁时阵，伫米兰迄个所在，有信心的声对讲，摕起来读，摕起来读，伊毋知要摕啥物，伊安尼四过看，看到一本圣经，摕起来读，掀开罗马书13章14节。爱亲伫主耶稣，唔通放纵情欲，爱做更名的人，不可以放纵情欲为肉体所安排，披戴主耶稣。这句话进入伊的心，伊听到，然后伊悔改，伊决志讲，对，这就是我要找。铁塔袂当帮助我离开罪恶，总是这个耶稣会当救赎我、改变我，然后伊信耶稣，洗礼。然后去到伫非洲，伫遐来宣告做主教，伫遐来成做主的器具。所以咱看起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，真重要就是爱悔改，互咱会当成做新创造的人。所以甲你隔壁兄弟姊妹，甲伊讲悔改，互咱成做新创造的人。悔改，成做新创造的人，就是爱通过悔改。悔改条件。有内在条件、外在条件。外在条件就是咱对遮所讲，有一个先知，有一个人，有一个属灵的长辈，有一个牧者、长老、小组长来甲你讲，你遮做毋对，你爱改变、爱悔改。有圣经，互咱读，互咱看见讲，咱甲圣经所行的无合，无行伫真理，咱爱悔改。有教会，有遮外在遮条件，互咱知影讲，咱爱悔改。总是咱阁需要一个对内底。对咱的内面所发出来，毋是人甲咱安尼摇摇的，爱改变，是咱对咱的内面，知影讲咱着爱改变，叫做悔改内在条件。今日的圣经集就是互咱甲咱教示，啥物事会当肯伫咱的内底，伫咱的内面，成做一个悔改的人，才会当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，就是要成做一个受教示的人，受教者。咱要过来做伙来读一解，咱今日的圣经集，以赛亚书50章第4节到第6节，咱做来读。主耶和华赏赐我受教示的旨，互我知主逐早起叫醒我的耳孔，互我会听，亲像受教示的人一样。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孔，我并无威胁，也无退后。人拍我的脚切柄，我出在伊拍；人戳我的喙手，我出在伊戳。人认着我，甲我配烂，我也无黄面。而且咱看见，真做一个受教示的。受教示的，要成做是咱悔改的内在的条件。什么叫做受教示的？华语讲受教者，伫英语来看叫做 learned， 就是合适的人，也是 teachable， 会当教导的人，可教导的人，叫做受教示的。总是受教示的。耶稣伫马太福音有讲第7章，咱做来读。大心提起你目睭来的婴仔茶，才袂明明看见；通提起兄弟目睭来的草仔油。有的时阵，咱想要去帮助人，关心，感觉这个人真可怜，需要关心，该关心，该帮忙斗相共，结果越帮越忙，伊的问题无解决，等到伊的问题拢拼到你遮来，互你安尼无所在通想。毋知咱捌拄着即款的经验，还是捌受过即款的困扰也无。真侪问题是咱要去帮助别人，其实咱家己嘛有带着问题。咱的问题无先甲伊婴仔茶，无先甲伊摕走，咱看袂清楚，别人目睭内的草仔油，咱就永远掠袂出来。所以受教示的，真做一个受教示的，咱拢爱先学习，家己爱先改变，爱先悔改。咱才会当去帮助别人悔改，帮助别人改变。无咱期待别人爱悔改，期待别人要改变，但是咱家己带着这个婴仔茶，咱永远就无法度来
彻底去帮助别人，本身的问题犹原还阁伫地。所以咱要来思考，想看卖啊。当上帝要使用一个人，上帝要呼召一个人，上帝是看到伊的温数，还是上帝看这个人的态度？你感觉上帝是看伊的温数，还是看伊的态度？态度正确啊！伫即个世界，即个报道家布永康，布永康伊互上帝呼召，上帝要用伊进前，伊听到上帝声，调伊爱做报道，爱去到非洲去传福音，互失丧的灵魂。伊甲上帝问讲：上帝啊，为虾米你要紧调我？我德国人呢，我英语袂通呢，英语讲袂好呢。而且，阮兜的兄弟姊妹中间，阮老爸嘛是牧师，兄弟姊妹中间，我上贫惰，我上无够资格。为虾米你要选调我，要紧我？而且我阁真内向，我阁真避暑，爱我去安尼传福音做工，我实在做袂来。上帝甲伊回讲，其实你毋是我要紧调的头一位，第一顺位，你是我要紧调的第三个。第一个我要紧伊的人，伊无愿意；第二个伊愿意，但是伊袂当顺服，所以你是我紧找到第三个。不用讲，甲上帝讲，上帝啊，你毋免阁去找第四个，我愿意，我也要顺服。所以不用讲，伊即款的态度，互上帝大大来使用。伫10当以前，伊就伫非洲，伫遐开始10几年前，20几年前就开始伫非洲传福音。伊伫非洲10当前，我看到一个杂志讲，非洲100万大复兴，一场的报道会中间，100万人决志要信耶稣。这是一个咱无法度想象无可能的事，总是出于一个愿意的态度，一个受教士的，一个谦卑的心，上帝就会使甲伊使用，上帝就会使用伊。所以当咱会当真做合适一个受教士的，成为一位受教者，我相信咱的性命毋但要真做新创造的，上帝阁要大大使用咱。家己隔壁兄弟姊妹讲，真做受教士的，上帝要大大使用你；真做一个受教士的，上帝要大大使用你。阿门。真做一个受教士的，今日有2个重点。头一个就是咱爱有一个会听的耳孔，会听的耳孔。常常咱的耳孔拢是摕来听声，总是咱的耳孔是咱器官里面很特别，因为咱的目睭若忝，咱当目睭闭起；咱的喙若酸，咱目睭会再，咱的喙会再紧起来。好，总是咱的困的时阵，耳孔袂当紧，咱的耳孔是没有在休息，甚至咱咧困的时阵，亲像这个先知萨摩尼。伊咧困的时阵，伊佫会耳孔佫会听到萨摩尼啊，萨摩尼，爱佫会听下的声。所以，等咱人过往以后，咱的心脏无佫跳，咱的瞳孔放大，总医生甲咱宣布，伊叫做死亡。但是伫人宣布死亡的几点钟以来，耳孔还佫有作用，耳孔是还佫会听入。所以咱特别真侪，咱去探访，去到家护病房。这个人已经昏迷，无意识，但是你会当伫伊的耳孔边，甲伊讲话。有时阵伊的手会震动，目睭会天开，甚至伊的手脚会夹起来，因为咱的耳孔一直是开的。但是今日圣经甲咱讲，互咱有一个每一工叫醒我的耳孔，我的耳孔就根本无咧困，为什么爱叫醒我的耳孔？我相信。真做一个受教士的，爱有一个会听的耳孔，就是咱会当听去应该听的声、指责的声、指正的声、正确的声。咱思考，等有人甲你讲，某某人啊，你这做毋对，你爱转去顶做，你爱改变，爱悔改，你犯罪啊，你这是错误的，毋知影第一时间，咱的感觉是安怎？有人可能会排斥。伊会辩解，伊讲无，这毋是我，毋是，伊会解说，强词夺理的找理由，甚至恼羞成怒，甲人变面，讲规气就冤家相骂。这是一个耳孔，伊有耳孔，但是伊听袂入去，袂当听的耳孔。所以咱会当对咱家己本身的反应来知影，
咱是毋是一个有会听会耳孔的人？特别做爸母的，做爸母的，你若无即个会听的耳孔，你会发现讲，你的囝，你在讲话，你的囝拢无咧听。做老爸老母一直讲，但是伊拢听袂入去，这是有连带的关系，连带的影响。咱若袂当去听即个官兵的声，做礼拜牧师在讲道，咱听袂入去。等去厝的，咱要用即个官兵，要甲你的囝讲，你的囝伊嘛拒绝即个官兵。总是咱当来接受官兵，咱当来顺服，为听伊讲上帝话，咱当注意家己听。你的囡仔对你的心肠来合适，爸母在讲话，伊嘛会专心注意来听。所以咱即个会听的耳孔真重要，互咱当合适顺服官兵，然后用即个官兵来去引带去带领别人，这是甲咱家己成做一个受教士的真重要。搁有圣经甲咱讲，信心亲自用讲袂出的吐气，替咱来祈祷。讲袂出嘴的吐气，咱的吐气是啥物声？唉，有听到无？有，是因为我有通过即个麦克，我若无用麦克，在你后壁的人，你听袂到我咧吐气。信心替咱咧祈祷，伊用即个微细的吐气、微细的声，咱若无斟酌、无注意来听，咱往往就甲伊 miss， 就甲伊闪过。所以话听的耳孔，代表讲有的时阵，咱嘛爱去禁掉，关一寡其他的杂声。如果即马叫你一个人入去一个房间，这个房间内底啥物拢无。甲你关喺内底，足真诶，无声，你诶耳孔会走啥物声出来？有可能是你生活中间真惯性拍电脑，即个键盘咔咔咔诶声，也是你伫工厂咧上班，即个机器轰轰轰诶声，也是你咧驶车，即个饲喇叭诶声，也是你咧听音乐，也是咧接电话，也是咧做这走骹咧无闲，真侪遮诶声拢走出来。但是咱要听上帝诶声。话听的耳孔，就是爱将这个声甲伊禁掉，然后会当听见上帝的声。好，所以咱会禁掉世间的声，听见上帝的声。甲你隔壁兄弟姐妹讲，禁掉世间的声，听见上帝的声。禁掉世间的声。耶和华逐早起，甲咱叫起来。等你困起来以后，啥物声拢也无的时阵，还袂拍开电视。还袂拍开电脑，还袂拍开电话，啥声还袂出来进前，你先祈祷一项事：主啊，求你互我话听，亲像受教士的。我除了要听你的声，我无违逆，也无退后，我不违背，也不后退。咱要听主的声，除了你听，爱阁顺服，爱阁愿意。伫阮即礼拜去参加退休会。伫遐拄着阮伫台神的老师马约翰，伊对2年前，因为伊的妈妈破病，爱需要回去伊照顾，所以就甲学校辞职，然后伊爱回去美国牧会，伊伫遐牧一间2000人的教会，伊伫遐想讲伊要离开台湾，伊可能即摆回去，无机会过来台湾做工啊，因为伊个50几岁，伊想讲伊会可能伫美国牧会到退休。所以将伊的物件、车拢送互人，拢送互学生、送互遮个同事。然后伊嘛想讲，伊可能无机会佫转来。总是伊去转去到美国，伊常常有缘关心台湾，伊嘛常常继续摕即个台湾话的圣经起来读。伊讲伊佫写批来，讲伊伫遐拢无放杀即个华语，即个台湾话，伊拢继续咧学习。读经的时阵，伊有缘拢摕即个华语的圣经起来读，总是经过2年以后，还袂到2年，年外就有信心，有声甲伊讲，你爱转去台湾，你爱转去台湾。马约翰牧师，已经戆领，爱转去台湾，而且转来美国，伊的妈妈病嘛，爱袂拢总好起来，而且即个教会2000几人，才拄开始在胖，在运作，所以伊佫有4个副牧。佫有27个长老，遮人拢无可能放伊转去台湾。伊感觉这是无可能的事。
总是伊听见，伊无威胁，也无退后。伊就讲，安尼我来试看卖。伊就甲伊的阿兄小弟讲，上帝要调我转去台湾。佮甲伊的老母讲，上帝要调我转去台湾。甲伊教会小会员讲，上帝要调我转去台湾。甲伊2000几个会友讲，上帝要调我转去台湾。无想到，遮个事一个，上帝拢替伊解决。其中佫有一个会友甲伊讲，牧师啊，马牧师啊，好，阮早就知你有一天你会离开阮，佫转去台湾。伊讲为虾米？因为恁每一届讲道的时阵，讲到台湾的时阵，你的目睭拢紧起来，所以阮看会出你足爱台湾的。哇！这个马牧师伊头棒，所以伊真欢喜转来台湾。伫去年8月，咱教会嘛邀请伊伫今年的6月，咱的这个信心教练节下晡，会伫咱教会做一个讲座甲分享，你会听到伊真水、真好的见证。但是咱合知影讲，咱有一个话听的耳孔，会当互咱将无可能诚做是可能，不可能的化为可能。只要你愿意听，将一寡的声、杂声，甲伊禁起来，专心来听上帝的声。上帝要互你无可能，诚做有可能。所以，佫一届，甲你的边仔祝福讲，话听耳孔，互你无可能，诚做有可能。无话听耳孔，听上帝的声，互咱将无可能，诚做是有可能。第二项，就是咱爱有受教的心。爱有受教的心，咱过来读这个第6集，咱过来读一解。人拍我的脚趾拼，我出在伊拍；人戳我喙皮的喙鬚，我出在伊戳；人掠我。好，是的，这是华语，咱用华语来读就好。人打我的背，我任他打。人拔我腮颊的胡须，我由他拔；人入我，吐我，或我。为什么人要拍我的脚趾拼？为什么人要戳我的喙鬚？为什么人要配烂伫我的喙皮？这对犹太人来讲，这是上大的侮辱。你要侮辱一个人，你就是用棍仔拍伊的脚趾拼；你要侮辱一个人，将伊的喙鬚甲伊戳落来。你要侮辱一个人，配烂配对伊的面，但是伊讲我在意拍，我在意戳，伊甲我配，我嘛不爱插，我嘛不爱切，不爱面，不爱啥拢唔想。为什么要甘心受到这个侮辱，受这个凌辱？这是因为一个出于听上帝、听主一个受教的心，为着上帝呼召，为着上帝的使命，伊甘愿接受这个侮辱。甘愿受苦，亲像使徒保罗，伊讲伊为着福音的缘故，受关监、受鞭拍，互棍仔讲，互石头钉，搁破病，搁拄着土匪，搁伫船仔顶变船，拄着风影，几啊届险要死。但是保罗讲，伊拢毋惊，伊无退后，伊无威胁，因为伊的心智是一个受教的心智，伊颠倒。将万事看作是粪土，掠基督诚做欢喜。伫个内面，伊有一个享受；伫苦难中间，伊无伫遐埋怨，无伫遐来化工艰苦，伊颠倒是享受。享受的英语叫做啥物 ？enjoy，就是我真享受。但是咱也是伫基督的内底。这个享受伫苦难中间，咱就 enjoy。好，等一个人伊甘心为耶稣基督来受苦，就诚做是一种的享受。这个 enjoy 就变做 enjoy。伫困苦的中间，咱有缘有大喜乐，欢欢喜喜来服侍。这就是保罗伊的秘诀，是出于伊有一个受教的心智，是的，受教的心智。伊听见上帝的声，伊阁用这个受教的心智来跟对主。所以有一个会受教的人，
伊袂伫遐埋怨，伫遐来怪上帝、怪别人、怪教会、怪牧师、怪长老、怪小组长，伊袂伫遐怪来怪去。一个受教的人，伊是心内底袂伫遐苦毒，讲别人拢对伊无好，别人拢欠伊的，别人拢咧找伊的麻烦，别人拢咧甲伊做对头。伊袂伫遐来甲人比较、计较东、计较西，伊会凡事感谢，凡事喜乐，因为伊内底一个受教的心智，伊甘愿受苦。别人拢有遮个福气，我无本着，无要紧，我甘愿，我吞忍，我忍受。这是真做一个受教士的人，会当是毋是会当 enjoy 伫遮个困苦中间？会当有 joy、enjoy， 伫喜乐的中间有大喜乐，伫困苦的中间有大喜乐，这是真做咱受教的心智。伫咱的今年，咱教会计划就是咱回应咱的教会使命，对外是一个宣教的教会，对内要真做是一个基督的教会。咱对旧年会员合会，咱就通过讲，咱要来开拓教会。所以伫新的一年中间，咱有一个目标。开拓教会，总是这个开拓教会，咱期待是咱全教会做伙来开拓，毋是讲牧者伫遐开拓，毋是讲当间去遐开拓，是全教会。所以伫咱周报的第5页，咱已经有安排一个全教会拢有机会来参与的时间，会当伫遐来服侍的时间。咱将咱教会小组会友分做4个队，一个队有2个区。一个区内底检测有4个小组，这个小组至少有这个人数在聚会，所以咱用这个区长做队长甲副队长，然后咱一届爱支援2礼拜，伫遐做主日礼拜，福音中心的礼拜是下晡4点，咱拄开始时阵，因为互咱的会友的时间会当方便，咱莫占大家咱教会甲教会时间咱冲突。咱用下晡4点的时间，一届去2礼拜，2礼拜，所以咱2礼拜中间拢有一遍的爱餐，福音中心2礼拜有一届爱餐，4点到5点半。然后咱期待咱去遐，毋是甲聚会，你当招你住伫龙安街文中路，伫迄位的遮个亲人朋友，你的同事同学、小学同学也好，国中同学也好，该招出来。我讲，招你来这个所在聚会，招你来迄个所在来参加教会，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让咱真做开拓教会的一份子，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来参与。虽然这个中间，我相信嘛有真侪无方便，检查你可能一天爱做2届的礼拜，可能你爱听2篇的讲道片，爱唱同款的信息，可能爱做同款的这个敬拜，可能你搁爱付同款的停车费。嘛有可能，可能你还搁奉献，对咱来讲，有真侪遮个无方便，也是付出。但是，咱若有一个会听的耳孔，一个受教的心，你当享受伫遮个潮磨、困苦、无方便的中间，上帝要祝福你，互你伫即个中间，苦难变做是喜乐，忍受变做是享受，互你有大的喜乐。互你有更大的祝福，而且期待咱拢会当有一个会听耳孔甲受教的心。所以最后，搁一届祝大家龙年平安，龙神益人。我们要在龙安的嘉光福音中心为主做光做盐。所以这首诗，请大家咱都做伙来念一届：龙腾虎跃迎新春，安定在天主赐恩。迦南信徒齐心志，光照桃园使命生。福气临门喜乐城，音乐歌声赞美神。中保耶稣是救主，心存感恩做仆人。期待咱拢会当互相来学习，真正为主最根最要。今日的梦想甲行动有几项，头一项就是咱会当伫新春的中间。毋免上班，你每一天要起床，你用5分钟的时间，将今日的圣经集以赛亚书50篇的50章的第40、第60，搁一摆来思考，反省主啊，互我一个会听的耳孔，互我一个受教的心。啊是中间你有拄着人甲你指正，
找出你唔对的所在，你用一个感恩的心，唔通学习莫马上来辩解，不要马上来改变，咱先感谢对方，然后咱将这个事摕倒来放伫心内底，好好来祈祷，看上帝要安怎样来帮助咱。最后，咱嘛会当来学习。啊，如果咱的囡仔、咱的同工，也是咱的部下，咱咧讲话伊拢无咧听，咱当来思考，是毋是咱若常常无咧听咱顶头人的话？咱是毋是常常诚做即个背业的人？主啊，你咧讲的话，我是毋是有专心伫听？咱三甲来祈祷。亲爱的上帝，阮特别要感谢你，互阮伫旧的一年要过去，新的一年要临到。今日是29暝，阮会当伫遮来敬拜上帝，阮会当全家伫遮来服侍，拢是上帝你的恩，上帝你的恩典。主啊，也求你，互阮伫今日暗时，会当伫围路的中间游玩，将上帝你的话，用诗歌、上帝你的好消息、感恩的事，会当甲厝内人三甲来分享，也当来见证上帝你的恩典伫阮的生命中间。也祝福阮伫新的一年，上帝你伫头前引带阮，特别阮教会的使命、理想甲目标，通过教会的整个运作。伫各个事工部内底的计划，咱当顺时来进行，互上帝你的名、耶稣的名，会当伫讨论区这个所在来得到高举，得到人的军队，互福音会当诚做讨论百姓的帮助。主啊，我也恳求上帝，互阮搁一摆有一个谦卑、为听的耳孔、受教的心智，互阮会当用智来去辅助软弱困苦的人。特别伫阮身躯边，有真侪丧乡的人、孤单的人，需要人特别关心。愿上帝施恩互阮，互阮用主的恩帮助因。这时阵要用主你所教示阮新的界面来成做阮的祈祷。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跳主你的上帝。这个界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。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，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以新的概念互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阿门。